众朋友你好，我是李婷，欢迎收看9月7日 AM 新闻。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香港反送中，阁有人发起机场交通压力客市，呼吁民众同齐去机场和东影遐观光找朋友。英国流感若到热人就会豆无，不过照疾管署统计，8月第一礼拜超过7万人看医生，比去年加4成。根据全球上大旅外人数网站评选，上适合徛起和食头路的国家，咱台湾是得到第1名。香港反送中运动并无因为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条例就安尼结束。有网友呢伫今仔日发起第2波的机场交通压力测试，呼吁民众进入机场和东影遐观光找朋友。机场快线自顶晡9点开始，部分车头嘛停驶。防暴警察去香港机场和港铁等等的所在戒备。香港赤鱲角机场旅客来来往往，也有真侪警力全副武装严阵以待。有香港网友发起第2波机场交通压力测试，呼吁民众到机场，都惊阁发生冲突，相关单位调整交通服务。早起10点都已经有真侪防暴警察伫青马收费广场登上巴士，检查乘客身份证甲载物件，甚至有人被叫落車搜查。我可以 show 個機票俾你睇㗎嘛，係咪先？我都登預先辦咗登機證咯。咁點解無端端要我打開個篋咧？因為你可以查我背囊，我有個背囊俾你睇㗎嘛。個篋我梗係有嘢喺度啦。咁你可以態度好少少。警方查查機場巴士乘客當時部署瑞虎裝甲車到場戒備，也有水炮車伫警車護送下，開到機場客運大樓附近帶兵。港鐵東涌站內底下晡人也愈來愈多，大部分的人掛起暗伫現場畫口號，也有穿守護囡仔家的老大人，也怪啊當地的群眾甲警察中遠。你伫沙田站的連城廣場，也有九龍灣的德福廣場，有數十位民眾掛喙暗佇商場靜坐，也不時畫口號。暗過期間，一度有無共款意見民眾到場發生冤家。走啊！經過香港中文大學8月份民調顯示，有將近5成民眾希望示威者甲政府應各退一步，有將近4成認為示威者要堅持訴求不應該退讓。而示威抗議對日常生活造成的不方便，有4成表態應接受，3成無接受也無理解。7號進行機場交通壓力測試，伫下晡4點半時，港鐵太子站暫時關起來，東涌站部分防暴警察喺下晡5點，北去天橋往富東商場方向，將圍觀的民眾趕走。反送中運動無因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撤回條例而停落來，問題如何化解，也可驗是政治智慧。記者綜合報道。昨高雄市長夏國如和東京大學兩岸關係研究小組的學者上電空撲見面，結果接受媒體訪問，夏國如講伊家己無知道，結果互對方赦免，講伊臨時換地點。總統蔡英文和行政院長蘇貞昌嘛表示，政治人物咧講話做代志就要較謹慎咧。並選舉行程，總統蔡英文拜六的行程攏佇中台灣，下晝佇台中競選青商會後援會成立大會致辭時，再度講到經香港的方法，就是守護台灣的民主。台灣稱香港最好的方法，就是守護好我們自己的民主自由。講到高雄市長韓國瑜6號會見日本學者訪問團，會後接受訪問講我講伊無知道，抓出的事件小弟公布，總統蔡英文接受訪問講到，對國際學者來台安排接待應該較謹慎。來到台灣能夠多了解台灣一些事情嘛所以我也希望我們對於他們的接待都能夠特別的謹慎也符合國際的禮儀。行政院長蘇貞昌是表示，面對涉及國際事務的發言，由於參選總統的政治人物，行為舉止應該更加愛惜義。要選總統的人，更該要求自己謹言慎行。相關作為如果有疏漏，也應該立刻道歉處理。希望都能夠給國人做表率，也不要鬧笑話到國際。離總統大選只有4個月回，兩年的競選後援會甲相關的造勢活動也陸續展開。除了向人民展現積極成果，面對對手的一言一行，也是謹慎細緻小心回應。記者綜合報道。台北市長郭文鐵昨又閣講唔對話啊！已經替總統府秘書長陳菊是較資深的韓國瑜，
佮强调肥含散是形容词，伊袂因为安尼就会失礼。反省了后，认为家己毋是失言，是情绪看过理智，嘛批评新潮流的人。另外，风声郭台铭初八会甲国民党应有党员证退转去。郭定爷的人是出面买花，讲一切就要等到9月17才有上尾的决定。台北市长光体最近常常讲唔到话，讲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是背韩国字，引起大家批评是歧视性用语。不过，伊表明大可散是形容词，坚决未道歉，只是等其有打做反省。先打错反省了，其实那个你说是不是失言呢？其实更正确的讲法呢，应该是情绪盖过理智的。出现一个韩国人呢，段宜康你是始作俑者，你要负责任的人，你还在讲风凉话，所以听我就不高兴，就给他撇下去了。光体炮火各对准新潮流，先前对陈菊就是无好感，也未向伊道歉。不过，就是因为最近争议真济，光体电视按赞数也继续拉，这个中道正式突破200万。光体对是毋是参选一直无表明，只是公开创办人郭台铭动作真济，资深艺人田蛙竟逼出背后郭台铭被退回，共同营业党员证。不过郭定也关键澄清无影代志。我一再强调是9月17号，我们会对外面做出一个决定，在9月17号之前，一定会给外界一个答复。那也没有所谓退回荣誉党员状这件事。郭董事长请你当副手，你会答应吗？那不可能的事。王金平拒绝做副手，不过表示几工前才甲郭台铭见面，保留合作可能空间。郭定也是表示，假使要参选，一定要找到副手人选，目前还在评估阶段。郭台铭也伫会见日本媒体时透露，对竞选正在准备当中，好亲像已经要参选，也传出串联优先的国民党立委，选举时私下合作，当选后强组执政联名。国民党表示，将郭台铭发动参选党籍立委公开支持，绝对拢煞无写严明动机。记者综合报道。英国流感若到热人，就会豆较无。不过今年却反常，疾管署的统计是显示，8月底是有7万多人去看医生，比去年加要4成。前几日高雄市阁有国校啊，因为70几个老师学生群聚感染，煞停班停课。医生是提醒，处理后幼教的家长就要定定洗手，保持卫生。学童来到诊所看病，伊发烧3天，互家长烦恼得着流感。好在诊断了后，只是一般感冒。不过，疾管署统计8月底一礼拜看病人数达到7万多人，比去年悬至少4成，创下过去5年同期新高。门诊医师也发现，过去热天会当讲拢无流感的通报，不过最近平均一天一件。基本上今年的流感比例确实比去年高很多，我觉得增加个2-3成以上是一定是有的。然后有一部分的家长肯定是会被感染的。如果有一个流感的小朋友在家里，然后家里的人发烧了，基本上几乎100%都是被感染流感的。就怕那个有流感，因为现在还没有打那个流感疫苗，所以就蛮担心是流感。流感流行期长，较会团体感染，像这个月3号，高雄某一间高校就出现70几名师生流感团体感染，停班停课的状况。市府卫生局表示，为高雄甲全国统计数字来看，流感确实比往年来得悬，提醒家长若有中低年级学童，一定要做好卫生管理。不管是流感也好，肠病毒也好，在我们目前的一个防治策略上面，并没有所谓的特效药。那从低年级从小就养成这样子的一个勤洗手，那戴口罩，并且定期在这个疫情流行的一个期间进行必要的清消工作。除了流感，市府也发现登革病毒疫情也有相关的现象，正在继续监控，也提醒民众除了定洗手，大人登去厝也建议将外出的衫换掉，避免mặc着病菌的衫裤传染予抵抗力较差的囡仔。记者综合报道。南平公路新武路段，因为山区雨势了几连日，土乌和石头是一直放落，吊车的玻璃和石头夹着。关山干部段是提醒，这几日因为落雨，所以路况无好，每条路段拢会落石头，民众若要去山顶，就要细意。咱会使看到画面，一开始落落来石头无偌大，不过却向落一堆土石，民众嘛伫现场话讲真危险。现场的车辆是紧驶过，看到闸风玻璃和石头夹着，变成那地图网仔形。关山干部段是表示，迄个路段已经清了啊。不过，这几天真侪所在拢有土和石头一直放落来，请民众爱细腻，唔通硬要通过。
嘉义县2019年世界覆地会今仔日顶部正式起稿，已经第4档的覆地会5望打造地业一条街，串联阿里山一带的观光。不过因为中国的旅客减少来台湾，阿里山的观光产业嘛已经感受到冲击。来自韩国、日本、中国的国际地艺师为民众带来无共的临济文化。2019年世界覆地会早起正式展开，为期10天活动，要和阿里山高山茶甲世界对话。因为我们的瑞丰社区就是有一个很厉害的竹岭茶席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有以竹岭的概念，然后让大家有像竹岭的那个风格这样子。官府积极推广阿里山在地产业，也毋过8月1号，中国开始限制人民来台观光，也和阿里山台18线的观光产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嘉义县在地工会表示，陆客缩减来台，和茶米伴手礼的销售量至少减少3成。一些民宿啦，一些专门在卖这样游览地区观光阿里山里面的游览地区啊，沿路公路的插龙都会受到影响啊。整个阿里山是台18线嘛。整个公路的影响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实际上陆客的消费能力还是蛮强的，所以他们有特定的消费区块，那其他这个不同国度来的，他们的消费区块，他们会着重在体验方面。官府农业处表示，阿里山高山地正式面积大约有1800公顷，产量会当达到1800万吨以上。阿里山高山地主要的市场也是以国内需求为主，所以陆客来台的限速带来影响其实无大，会继续协助相关产业的提升，和阿里山高山地会当成为台湾地文化的代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麻豆的文旦柚即马是长大出，不过昨下晡数民众发现伫咧麻豆水圳的内底有大量烂去的文旦浮伫水面，区公所接到消息，赶紧派人去甲扶起来，总共是清灭2栋。麻豆暗卖场内底囤了真侪歹去的文旦，这文旦进前被乱倒伫大圳内底，紧急清假暗卖场。9月6号下晡，有民众发现麻豆水圳内底位水头流来不少烂去文旦，蹲伫水面甲水门。公所接到通报，赶紧去搞清理将近2栋。我看起来，因为都皮黄啊，又烂了啊，那个通常如果说这样子1、2周的销售下来，一定会有一些烂掉的果，那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是一个要清掉的一些烂果，把它拿去乱丢的情形。清洁队表示，每年文旦季的时阵，拢会为麻豆文旦产区宣传清运烂果的服务，不过也是会发生将烂果掺入粪扫内底，造成清运困扰。真少发现被骗入水圳，因为也可能是水头乌白片顺流落来。因为洪水性这样子污染水源，然后那个果实烂的也是不好处理啊，造成环境污染。无爱袂食一个，咱叫环保局出来甲你反映。啊，你来食一个是安那吼，送互迄出产机构，来做公益安尼，互迄一寡较弱势的。清洁队阁通报，正有农民用伫暗时将烂果包规包，阁通知协助清运，沿家己清运到转运站，并且提醒，若是乌白片废弃物，应罚1000至到6000块。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全球的消息。天气打扫加上气温偏高，全世界各地拢有森林火烧的消息。西班牙西部和葡萄牙东北部。火自测试烧到今还未化，佮造成葡萄牙2台消防直升机落落去，佮歹去。澳洲的 Queensland 森林火灾虽然真紧着控制，不过杀害真侪人有路无厝。现此时算当上严重的是美国加州的火烧山，烧掉的面积已经有31个台北大安森林公园遐尼大。威明远远所在山顶庆祝阵阵龙烟甲火，关湾水上的消防直升机无分阵暝，伫能见度非常差的状况之下来来回回。这是加州南部位伫洛杉矶东边大约129公里的和平镇穆列塔市。因为火场真接近主题区，拢总有500户1200位居民被撤离到安全的所在。有关单位初步调查了后认为，一开始是降雷引导火星，随后伫强风甲高温的影响之下，真紧扩散。烧掉的面积达到809公顷，相当31个台北大安森林公园，也是17个高雄卫武营公园。
类似场面也出现伫西班牙西部的加尔西亚。同款伫强风甲高温之下，地区会议场面积真紧扩大。虽然无造成严重的伤亡，不过想起会议场逃生，当地居民除了惊，也是惊。Una cosa espantosa, horrible, horrible. Ver un lume cerca das casas, que te parece? 西班牙南边的国家葡萄牙也无法度避免，当局除了动员几啊只飞行机为空中压水协助控制火势，也佫动员了2500名的消防员。Toda a gente foi embora. Passado que meia hora, estávamos a almoçar, hoje até almocei cedo, disse a minha mãe, houve um gestor ali atrás. Eu vim à porta, eu fui, ei, como o caneco estava aqui em cima de nós, isso foi um instantinho. 至于澳洲昆士兰的火灾上严重出现伫6号暗时，烧掉的松林火伫乌夜中看起来更较惊人。虽然到7号的日时，画面显示大部分的火场拢已经受到控制，不过有几栋厝遭到烧掉。澳洲广播公司的报道指出，其中有厝主是上了年纪的老大人。虽然性命无碍，不过工园已经成了废墟，今后生活互因非常烦恼。记者综合报道。这几日要去日本、韩国旅游的民众，就要注意冷冷风台。现此时已经行对朝鲜半岛遐去，日本的西部和韩国的西南部沿海雨嘛袂细。另外一个发西风台，估计会扫对日本东边。地面交通这部分，联络东京和约克哈马的京滨急行电梯并交道的车号，安顺轨道就恢复通车。 The central region will get downpours until Sunday early mornings as the typhoon continues its trajectory towards Russia. Now, as for the amount of precipitation, the southern coast and Jeju will mostly receive between 100 to 200 millimeters of rain until Sunday, while regions along the west coast are to receive up to 150 millimeters. 冷冷风台也袂走，另外。 接落来要讲一个好消息，互大家知。根据全球上大里外人士网站评选，上适合徛起和食头路的国家，咱台湾是以医疗可负担度、安全等等的项目，打败60多个国家，得到第1名。里外人士对咱台湾的生活品质真满意，感觉台湾人真有人情味。不过，较困难的所在是伫咧学语言这部分。 全球上大旅外人士网站 Internations 公布全球上理想度的所在，伫超过2万名各国旅外人士评选之下，台湾伫64个国家中得到第1，也是近2年中回补助。受欢迎理由是有好的医疗、生活品质甲就业机会。 台湾人很友善，台湾人很礼貌，台湾很安全。很多国家如果他们听到穆斯林的话，他们觉得恐怖分子。可是台湾完全没有这样的，我很感动了。 YouTube 未少外国人学了台湾适合大，伫即摆评选中，89派受访者满意台湾医疗应负担度，医疗品质受到学了满意度92派，各高达96派受访者满意伫台湾的个人安全，感觉台湾人普遍友善，也超过全球平均值。 Really friendly. All people have helped me a lot with when I've been so confused when I first got here. So everyone has been friendly and really helpful. It is one of the safest places I've seen by far because I've visited a lot of countries in the last 6 months across Southeast Asia and Europe, and I think it's really amazing out here. 大家普遍认为台湾的生活品质是一大优点，唯一的阻碍好像就是学当地话。52派受访者承认在这方面有困难。共款进入前10名亚洲国家，包括第2名越南、第6名新加坡，中国是排第50名。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自强隧道去年发生跑车超速，造成2个人死、3个人受伤的不幸事故。为着避免这款情形再发生，9月初一开始，自强隧道内底要实施上新的区间特速科技执法。才经过6天，就抓到929件的区间特速违规，平均一天是超过150件。 汽机车进入崩坑慢慢加速，时速全部维持伫40左右就行超速违法。去年台北市自强崩坑发生，超级跑车、骗车造成2死3伤。为了阻止民众骗车，自强崩坑为9月1号开始实施上新的区间测速科技执法。都会怪怪的，有时候偶尔会超高一点，还不一定。现在？现在他会注意在50以内。
根据台北市交通大队统计，为9月1号到6号，科技执法第6天，伫区间超速违规部分，北往南方向有468件，南往北方向461件，总共919件，平均一天就超过154件。违规下双白线、南北双向总共17件。交通大队表示，正式执法甲测试期间比，民众违规驾驶下降真济，显示进程宣导有效果。是在隧道的前后有2个摄影机，那在车辆通过的时间，我们会开始来算它的时间。南往北的时候是55秒，那北往南的部分是51秒。如果是在这个秒数以内通过的话，就是有这个超速的部分，我们就会来做开罚。那这个件数啊，其实我们在这个期间跟这位比起来下降的幅度都有高达近90%。警方表示，台北市伫6都来讲，是每10万人口事故甲死伤人数拢是上低。而科技执法的目的，就是希望营造一寡事故防治，透过安尼设备，互民众能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教育的消息。108课纲拄起行，各界拢真关注。出名学者李家栋今仔日是讲，伊认为新课纲含入海的办法，互人真困扰，因为课纲是强调素养。内容包山包海，颠倒互偏乡的学生对都市的学生对袂着。不过，国教署嘛出来驳回，因强调课纲的内容是真多元，下载前嘛下囡仔的个性，互囡仔通找到家己的优势。大家去这家补习班补习，如何应付108课纲？那这个使我感到非常难过哈。知名学者李家栋讲到对108课纲的看法，认为新课纲甲电子执务办法非常的扰民，也互人困扰。尤其强调素养的课纲，内容包山包海，颠倒揪大城乡差距，因为偏向囡仔知识往往只来自课本。哎呀，我就说你这个人没有素养，我还是要教你啊。比方说，我现在举个例子啊，很多的数学家。你问他有没有素养？他从来不参加社团，他从来不做志工，他什么都不，可是他伟大的数学家。好，那你说你就不要来念，这样对不对呢？李家栋也认为，教育部以应付科技的快速变化为由，互新课纲弱化必修、强化选修，对偏乡也是资源较欠的学生来讲也无公平，颠倒不如恢复研究。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个比例呢，能够至少恢复到50%的这种考试入学，让有一些孩子他们还是可以经由一个公平公正让他们努力看得到收获的这样的一个管道，进入他理想的校系。对于李家栋甲教育团体看法，国教署强调，新课纲颠倒较会互囡仔找到自身的发展优势。其实新课纲是给学校发展特色课程的机会，反而可以让每一个学校依他自己在地特色发展课程，然后找到孩子的优势，去发展孩子的那个特殊专长。国教署强调，选修课程多元，颠倒会当互各校以其在地特色发展课程，那接地气，也个会当找到囡仔优势。尤其若讲教学的老师伫教材准备上，会当以通俗的字句来讲解，更较会互囡仔吸收。记者综合报道。北部地区25度到32度。中部地区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25度到32度，离岛地区26度到33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AM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